咁最近啊，全球嘅股市啊同埋黃金市場咧都有一個暴跌喎。喺呢個背後啊，其實同日本嘅政策咧有一個好深層次嘅關係嘅喎。咁首先，我哋而家咧就將目光投放喺日本先啦。咁日本政府啊最近咧就推出咗一個超大規模嘅財政刺激方案喎。咁啊總規模咧係達到21.3萬億日元嘅。咁就咁睇，其實呢一個咧係為咗刺激經濟嘅喎。咁但係市場上嘅反應咧就完全相反啦。不論係股市又好啊，定係金價又好啊，都會暴跌喎。咁到底點解咧？原因咧就好簡單嘅。咁日本咧推出咗一個咁大規模嘅刺激計劃，市場就會開始擔心，日本嘅債務咧就會進一步增加喎。咁通脹壓力咧都會隨之上升啊！特別係喺日本嘅長期國債利率飆升，投資者都會猜測日本嘅央行嚟緊咧可能會加息喎。咁嚟到對抗通脹咧同埋資本嘅外流，呢個預期嘅變化直接影響咗全球數以萬億計嘅套利資金啊！喺過去咁多年嚟，全球好多嘅資金都喺度做緊一個好簡單但係暴利嘅交易。就係利用低息嘅日元借錢，然之後投資到去其他嘅資產，包括美股同埋黃金等。但係而家日本政策咧就轉向加息喎，咁呢啲套利嘅資金咧就開始瘋狂咁撤離。咁當套利資金撤離嘅時候咧，會發生啲咩咧？咁首先係美股會跌啦，然之後啦，黃金咧都會跟住跌埋落嚟嘅喎。咁呢個唔係一個巧合，係全球嘅流動性突然間收縮。咁另外啊，最近啊，美聯儲嘅態度咧都好鷹派嘅，降息嘅預期咧係完全落空晒咁滯。咁美元走強啊，呢一個都進一步壓制住黃金嘅價格。咁多重嘅因素疊加埋落嚟啊，咁我哋可以見得到啦，不論係美股定係金市咧，都已經係一個集體下跌嘅啦。我哋需要理解到背後呢一個邏輯，先至可以喺一個市場當中有一個更好嘅機會去把握到，同埋可以管理到我哋嘅風險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咧，不如呢條片俾你個朋友啊。拜拜。